difficult。好 ，got it。好，今摆开始读。好，开始来。我第20回，我所听哈，我所听的学生啊，好，过年4月学校改做3学期，之前就设法要互一组啊去读愈学。迄个一组迄个敢有啥物白意思？也是一组是囥伫人名的后壁？毋是，即个应该是一组去读。去读。also， 嘿。是，好，记咧我记。是吼，因为我定定对毋对吼，即个所以讲着甲也是迄个也嘛是。嘿，是。好，我来记一个你敢是像讲是腔口也是啥物的问题？是。无，毋是这无腔口差。好。因为若是这是第4声对吼？因为就找第4声，敢若是无迄个也的意思。无迄个意思。我的印象中，之前敢若有听过即个声音。我看者 TJ 小数点有收203页伊是收伫IAH 即个词汇内底，收是讲是腔口。看觅毋过伫第2点无收即个音。伊收的腔口是第8声的款。但是这个音有真侪无共的腔口甲音203页。TJ 203页。有吼。203这是。我迄个下骹对无？第2个页，伊的后壁就嘛有收到第3声、第4声。但是伊无迄个 also 的意思吼。对吼。系伊是收到第8声才有 also 的意思。第8声，所以是写毋对，写毋对。这嘛是我定定这种我拢分袂清楚。OK， 所以第2点嘛是收第8声才有这个意思。系啊。第8声。当作伊的腔口差，也是伊毋对去好啊。等下哈。好。第2点。第2点嘛有收第8声音 ，AH 第8声，毋过着嘛是另外一个字。对无对？有即个字语的即个原册，我毋知影要安怎看伊调音的腔写调。
系啊，像看呢，伊的飘声调方式含白话你共款。哦，是迄个话，这是第一声，就无符合第一声嘛。啊，这是去一边的是第二声。二声哦。去一边第三声。哦，啊，第四甲第八。第四就是用入声，我感觉第四。第四，第四我都无啥知影咧。第八我知就是一徛啦。哦，所以讲看即个日语嘅。哦。第四那会讲第二，第二是安尼。要是你讲，拄则讲的是对的，若是有迄个就是第八声，所以讲伊即个首的即个两个拢是第八声，对不？汉字写意甲若是讲若是伫倒边较边遐，迄个有一个敢是第三声？对，迄是第三声。毋是呢，这看的是第含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看无。看起来嘛是伊那个有这个细细的这什么意思？我看无。要是讲正边迄个是第七声。我去爱去看迄个说明好。你有纸本啊？是。我再显一个，我再好，好，遮厉害，好。是你即马要看，我即马无一定看得到。好。我很困难我知影有写，我知影伊有写即个声调，要安怎读，但是我毋捌真少捌。我之前拢嘛是无想过即个代志，拄则看到的时阵就好现一个。我想讲迄个日语，较若迄个飘音的方式是。拄则我讲1、2、3拢对吼，一声、二声、三声拢对。上入，OK， 上入就是第四声，这就是第四声。这第四声，这个。倒一个哦，是，好，这个是第四声。这第四声含这无共哦，这是第二。所以讲有迄个第二句讲是促音对无？对，较底就是录音，第四声。第五声就是，这就第五声哦，含第五声。第五声就好听，好看。一种我翘者吼，过来是。所以讲第迄条敢是第七声？第七，伊无无第。因为迄个白话字的第七声嘛是一个bar遐。这是第八声。它也倒一个是第八声哦。这是第八声。倒一个这个第四声。这第四声，这第八声。所以讲第四声甲第八声就是方向倒边。方向无。好 ，OK。这是第七声吗？第七声是一个，咱若写就是缓的啦吼。这声写起来。OK， 所以这第七声吼。是。所以这是第七声啊。是。第七声的这是第八声第八声所以讲。日语嘛是收第二日语嘛是收第八声的音。这什么意思？我都看无我看无。咁就是迄个笑，短的笑声。片腔音韵吼，声调符合，佮加一个圆箍啊。圆箍啊，是。就是咁是安尼就是迄个有迄个片音的。比如讲，这是这是
这是一徛咧啊，这是啊，这是第二声嘛啊。对，好啊。对。原来是安尼。嘿，就是伊若加一个一箍啊是注嘿，音啦。离别话哩就是小小的 n， 嘿，对。关小小的 n。嘿，对。嘿，敢若安尼。所以讲，即个代理的原册嘛是收第八声的音。嘿。好，所以讲即个。其实佫有足佫有其他的，我看嘛，即个看无。哦，这是立声的意思啦，就是你看有即个细字的，这就是立声。声就是伫日语，敢是即个音感。对，声呢。好，其实就是一个啊尔，但是读立声。嘿，是。嘿，好，就毋捌注意甲看者。嘿啊，电脑对迄个查过来。好，其实即本应该好好甲看者。我买来，我无啥咧看。系啊，因为就是拢伫电脑里数位较较方便啊。但是伊这头前有一寡资料，比如讲，就是你偏这书店的一寡前言头书啦。头书几啊页，然后头书的20几页啊。头书再看一下。好，咱继续哈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一组啊，去读女学。我相信是应该是迄个第八声迄个意思。系啊，我嘛是讲试评就设法要互一组。好，一组伊也去读册。我认为是安尼的。所以我嘛是，第四声就无你理解他。系啊，是啊。安尼读起来较顺。好。就第四声你斗袂起来，意思斗袂起来。系啊。好，即请就设法要互一组去读女学。白字匹配人生去做传道是较有合。安尼真好。好，毋过就是迄个书白字是。白字就是另外一另一啦，就是以后啦。以后好，开始我来记一个白字。好，继续吼。真心看见老母欠长，啥物啊？欠长内度。好，欠长内度是啥物？欠长内度就是足欠的啊。长甲度就是长啊，华语叫长嘛吼，肚的肚子嘛。欠长内度。迄个内。内什么意思？我真正个毋知内什么意思。是差不多的意思吼。因为这个是用关这个成语的。所以讲，这敢是台语常常听到的词。就台语内底的俗语，第四字俗语安尼。好。无这个字。来找看觅。安尼。欠长内度。有收欠长内度，毋过就是欠长是有连字符，内度是一个连字符中两个嘿，就是照即个册的迄个讲法。欠长内度。就是两个中间爱有一个空格，安尼。但是
为什么字无错掉？你找无？就是等的后边一个空格，无咧离。安尼。安尼。等内多，这个结果我查这个内字查无，NEH 无这个，无高一个嘅。内多哦，伊嘅意思就是这个内。内。内。NEH。内多一个新的词所以讲这个台语的俗语敢定咧出现，定咧用的。有啊，这个是足常用的，接用到你问我内什么意思？但是伫找台语找内 NEH 就有出现结果，不过我看卖就是伫台语顶是讲伊收的是 NAH 凹落去的意思。为什么是 NAH 不是 NEH 咧？有啦，是迄个其他腔口，台语顶收的主要腔口是 NAH，不过其他腔口收 NEH。就是凹落去。所以这个，伊若是详细对，迄个其他的音。这个哪里我是定定听到。所以讲哪跟内是同款的意思。内我唔知有这个意思，哪我知有这个意思。因为看起来伊讲这个内是哪的其他腔口。因为我唔捌目睭凹凹。应该是唔捌讲过内。我讲哪较济。我是讲阮我印象中听内这个音拢是用做迄个咩讲句尾词。什么内。音的迄个音。心学着一个。我有听过哪跟奶这两个拢有。哪跟奶。拢有内我都唔捌听过。这是要对词啊。内。伫倒边遐。哪遮嘛吼。目睭哪落去。目睭哪落去。壁面哪是哪。哪学。气时啊的哪是啥物意思？气时啊，敢毋是迄个气时啊的。哪。气时啊的哪。时啊会凹落去。气时啊的哪。我看伊解说是卡斯卡尼伊 Q 是的。这是要怎读？这个分安尼意思，是啥意思？轻轻啊哩喘气的意思的款。好。轻轻啊哩喘气。气时啊的哪。气时啊的哪。气时啊的哪。好。点轻轻啊哩喘气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好。安尼了解。查一下，后边就好了。你这个他卡斯卡尼一起哦。卡斯尼一起哦。
啥？湿地迄个唔知啥物意思？湿地一路的款，但是伊会安尼写。かすかに息をしている。あ、还是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哦 ，breathing a little 就是哦，就就是你拄则解说意思无对，轻轻啊喘气，轻轻啊喘气，哦，对，足厉害。你敢会使甲迄个你拄则拍迄个日记甲英语书搭伫信息拿内底互我，我会使甲互记起来，多谢。加用 chat 交你。是，多谢。嘿啊，你较重要，因为我家己有收到啊，多谢啊。OK， 这个解说，我看，我用另外一个 translator， 我另外一个 translator， 是我用一个日本朋友甲介绍，甲推荐，讲一下，不是。Breathing slightly, OK. Breathing slightly， 这个翻译更较好。slightly， 真好。所以应该是。かすかに息をしている。因为这个代理店用的这个古早语，我现在唔知什么意思。我咧用应该是 stay 啦。是啊。日本语内底讲 stay 就是等于做啥？做啥？对。对。所以讲头一个迄个话，迄个汉字应该就是 a little bit， 淡。系啊。真好。我过来记一下。把伊记落去。开始过来。会时啊，点拿落去吼，拿学这种字，这个是拢较接听着。内就是今仔日才学着啦。内度。系啊。欠长内度吼。内度欠长内度，好。一直接听到这个词啊，唔知这个内度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继续吼。真心看见老母欠长内度，为着伊的一生来记忆，千罗万苦这个就理解意思啊，千罗万苦。那被叫3年前的思想是啥？思想讲思想较侪啦。思想，系啊，了解。系啊，即马讲思想，毋过若是想着啥物代志，就是讲思想，思想，系天一柱，思想有无？系思想，系啊。所以是 Q 高差，思想，应该唔是啦，这是想你可能是读册音啦，想应该是。好。唔是想应该是白话音啦，想是读册音，我相信。好。系啊，若是用汉字嘛是有其他另外一个讲是有修思想这个。调，这调。专修腔叫思想。对，思想，思想，思想。系啊，那是系啊。好，继续。
3年前的思想，顶一组好，来这个搁有皮，搁有白特别写真特殊，就罕看到这个你讲什么？哎呀，顶后边迄个一组，顶一组，对吧 ？TIH 声，迄个要安怎吹哈 ？H 敢是顶一组。嘿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嘿啊，我连迄个音要安怎写拢毋知 TIHNN。第七声 TIHNN。伊是第八声。第八声。看起来照以下的这个音是第八声。这里是要安怎？这里是要安怎写了哈？第一组。有这里。哎呀，若是无，若是无迄个 NN 的音，就 TIH 第八声。我看我找是啥物？就是 TIH 第八声，就有想要啥物物件意思 ？TIH。毋低就是无爱低，就是无爱。毋低无爱嘿。所以讲。哦，对，但是伫第二点第八声。哦，第二点有时毋低。毋低，嘿，若是找低高一个。但是无鼻音哦。嘿啊，若是找低高一字，找着伊入去的迄个其他腔口，就有收低有鼻音的音。高收。哎呀，伊收有鼻音的。OK， 所以爱写 TINNH。歹写诶。顶马爱底马爱底说好，我嘛这两个拢记起来，底甲毋底，哦，顶甲毋顶，底毋底，无马爱，马底也毋底。这里地理，这里地理，有虽然多。会晓讲，但是不要写。嘿哈。NNH 第八声，系嘛？系啊，伊收伫其他。就是第七声 TIH 第八声，毋低，无要爱，叫做毋低。要低也毋低哦。嘿，但是伫找台语，伫迄个 MP 台音词典嘛有收。伊的英语解说嘛，讲顶有鼻音的是一个 variation of 顶第八声。用啥物查？找台语啊，找台语的网站。我拄则就好闲去收 TI 一个 H 尔。我拄则是找 TINNH。用掉。D。就是第二点拄则咱看的迄个。Wish for want 第三。就趣味啊！哦，头一摆看到这个音色。D。呵呵，继续吼。D 一组好。行了。等下吼。毋伫一组啦吼。你若讲毋伫啥物件？因为爱变调，呵呵，变假音好。伫一组，行了，哭着老母的心志，哭着老母的心志，好，还是迄个哭哩吼，哭着就是违背啦，就是，系啊，就是
迄个窟里，我相信就是弯曲，还是迄个哦，对，委屈这个区啦。哦，嘿是区，窟了，老母的心智。我无解说无这个意思，就是弯，嘿，什么意思？弯翘，咁不是翘，窟啊，那是伫迄个甘地店就有收，迄个你拄则讲的有主加翁窟，咁是即个。等下。bend down。应该是跟咱这个窟里。Me too the Dominion。等下我看一下这边窟里。可是了，马个了，窟里手机，窟笑，窟落去拍枪。去拍枪，窟笑，窟里手机。开了，窟落去拍枪。名前を知って鉄砲を撃つ折式の構え。然后我看一下这窟落去拍枪什么意思？折式。我是对查某唔对去。折式。折式。有这个词，我用汉字来词。折式，唔知有法度有注音。wooden tray， 拉克的 wooden tray 叫做折式。哦，吼吼。no 構え。这个意思，敢若伫华语版台语版的迄个代理书顶无出现的，迄个什么有的也是无共的。折式の構えをして。落去拍枪哦。鉄砲を撃つ。鉄砲撃つ。安尼了解。撃つ。式。我撃つ。哦。Depress the gun with the stance of 4 inch 什么意思？讲 depress 咧，因为那是汉字会使用到迄个意思。Ready oneself for one is to come。That's so。你这句日记敢会使答互我？我来看，好，谢谢你写啥？我听。好，收掉啊！我来看来。什么意思？趣味。你讲这汉语，你大约要会得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迄个
是做就是黑白药啊，就是做要怎讲，就是 sense of fold，就是弯曲身体，有无？啊，那是实体什么的 depressed 感，为什么讲是 depressed 感？就是这是日本的我失去，哦，就是这种茶盘啊、茶盘啊，还是不一定茶哦，伊堆饼，堆餐堆餐的，就是这种上漆的这种lacquer 嘛。origami，这种 tray， origami，是。为什么会讲origami stem？所以讲是卡麦哦是的，要折起来一款。好きよの構えをして鉄砲を撃つ。唔知你寫啥？看過。不落去拍槍啊！我想講奇怪，這句含後邊伊咧寫那看無？我哩是去。困落去拍槍。困落去拍槍。構え，等下我看下構え什麼意思？構え structure pose。押して。真正看無，還是沒。兩個，我真正看無，這什麼意思？困啦吼。困。驚去困到老母的意思吼。你是去。困到老母的心智，你是安尼寫。我找到一個 link， 迄個我哩是去。有一個解說講是軍，等一下，我拄則是倒位看到，是伊講是軍隊用語，是佇倒位看到的。等一下，佇倒位咧？伊佇 Google 內底有出現，啊，毋過打入去攏無。我哩打互你信息啊，遮。毋是抌着，這個。我看到，佇 Google 有看到，那書是一個軍隊用語，講是要安怎。該大餅。到倒位去啊？伊個名書。迄個軍隊用語是我佇 Google 的迄個結果有看到，啊，毋過為什麼切入去內底就無啊？若是講是軍隊用語，即個用佇迄個即個解說了，就是迄個拍槍的迄個姿勢安尼。對，就是跪射啦，咩來講？對，跪落去。半蹲，跪一跤嘛，一跤。跪一跤，對，一跤跪咧。就是安尼嘛，看這解說意思是安尼，所以安尼就理解啦。無實在是看無什麼意思，安尼就完全理解啊，就是迄個跪姿啊，你跪射啦。係啊，是。跪射。是。就是安尼來拍槍，困落去拍槍。安尼就完全意思就相反啦，困落去拍槍就是這意思，困啦吼。所以困落去就是那敢若跪落去吼，困落去拍槍。困落去是。足趣味嘅。困落去拍槍，這理解。好，轉來遮困繼續吼，驚了困着老母嘅心志，互伊受氣。
了解。想到耶稣，你这个耶是第五声呢，真趣味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孝顺父母一句一句，家己咧想，家己咧想，有顺才有孝，顺叹是有效的凭据。了解。想了就解决。一组啊，这看起来一组啊，迄个啊是看伫名后边迄个。一组啊，一组啊，名的迄个后边迄个什么啊诶称呼呵。一组啊，虽然无我的言，我打肯定，OK，肯定伊做未婚妻。一组啊，入女迄时是爱主先生咧做校长。好，总算这段总算是读了啊，干嘛来读？我来读一遍吼。第20回，我所听的学生啊，过年4月，学校改做3学期，志勤就设法要互伊主啊去读儒学。别日要匹配金星去做传道是较有合。金星看见老母欠长内度，为着伊的一生来过业，千劳万苦。若要照3年前的思想，毋伫一主，行了屈着老母的心志，互伊受气。想着耶稣孝顺父母，即句，家己得想，有顺才有孝，顺叹是有效的凭据。想了就解决。一主啊，虽然无我的言，我当肯认伊做未婚妻。一主啊，入女学，迄时是爱主先生在做校长。好，继续吼。内路上做中学校长的时，真疼惜学生。这个敢要变了疼惜学生，疼惜学生。学生也真敬重伊。逐年伫什么尾？年尾，逐年伫年尾，正学生就做闹热，甲伊做生日。了解。伫校长的楼前，蔡清城，这是啊，蔡清城是啥物？城顶写4字，寿比南山。原来不是南山，是南山。寿比南山。寿比南山，好，其他拢了解。迄个城甲青城就毋知影，城主要是迄个城。会使知影是布伫迄个城。我足久无意思。无听阮母，无听阮母啊讲，我袂记讲即个，我记是讲彩盾的款。盾是啥物？我查一下吼。好。即只庆字是。青城。这两个拢是对啊。敢只青，敢若只有迄个树的迄个意思，交情迄个情。
清就是迄个树 CHHENG 清树，再讲用树用这个清还是清清？清。再讲就是城，敢是用树去做一个城？哦，彩青城，但是这个城什么意思？城，我来叫城市。袂合。系啊，袂合。因为遮拢袂合。对啊。咁真正是一个城市的意思。我看卖 TJ 400字。你看吼，伊这讲这个青城城顶。系啊，城顶城市。系啊。彩青城顶写会当写物件。我等下吼，我先查一下，较早阮母有定讲。哦。菜炖的款，嘛无这个。青城。一个足好的青城，是比如哦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比如哦对面闹热，足好的青。遐，伊讲是一个足好的青城，足好的。这个城是什么意思？青。你监理店收的城嘛无几字啊，就这3字尔。对啊。小城，毋是这个城，这个城是草草城人城神城青城。这个，嘿，若是用我伫迄个，安怎讲？嘿，我打迄个 link 互你，互信息啊。伊个若是用汉字的版本吼，伊个城的确是用城市的迄个城，青城。足好的青城，伊敢就是真正是用青做成一个城，敢若是castle，也是城堡，也是城市，就是伫后下骹，即个是咱进前读过，下骹用咱迄个台这段的汉字。20号。我拄则是用 Ctrl F 加输入迄个青城的，找着。对，这段，一拍，对，这个城城顶就是城市迄个城，毋过应该就是中国古早迄个城，城门、城门迄款，也是城墙。金城就是用城顶写4字，城的两边，空机啊。算应该是真水。
哦，所以变成讲因是做一个，那敢若因做一个，对啊，就速成。一个，对啊，要哪讲对啊，要哪讲？那敢若一个艺术品啊，这种装，那是用现代书，就是装置艺术。情城但是即马找袂到这个词。彩排，彩路，应该猜第七声，敢毋是第七声？菜哩，我拄则查菜哩。菜。青秋、青紫、青绿、青冷、青白，嘿。青就是这两字尔。系啊系啊，应该就是用树做迄个声，青声。唔知是毋是就是用树啊去搭去做迄个，是搭起来。唔知，我真正唔知。佮安尼就了解迄个意思。好，城顶写四字树比南山。好，城的两边边，摊机啊透到校长的厝。即个透到校长的厝，我来看一下。透到校长的厝，透。透到校长的厝。透就是透。这里透。我看卖。透。一条水透到迄边。是，好，这个我来记。一条路透到台北，拢是同款意思。好，这个我来记起来，真好的字。好。歹势我搁记一个哦，歹势，等我一个。好，记好啊。写两个字啊，透到校长的厝。好，继续吼。字啊的中间也有吊钉啊，吊钉。这个真变调，我袂记咧几只吊钉啊。好，也有吊钉啊，也有吊红啊。好，算红啊，敢是我想的迄个红啊线迄个红啊。对。想起来真恐怖，吊一个钉啊，会使理解。吊红啊，毋是真恐怖。有吊红啊，算也是真水。美食点钉啊花。点嘿，点钉啊花，钉啊花。钉啊花啊。对，我想讲花是安尼，嘿，点钉啊花，安尼就了解。点钉啊花，点钉啊花，光担，敢是安尼讲？担，真劳力。光担，嘿啊，无听过，好，先人过去，担，好，真劳力。我查一下这个词。担，从来毋捌用安尼讲。我嘛是无听。光会加强形容词，光担。有修呢。光担。清气啊，清气搁水当当，清气搁水当当，哇，真好的事。你伫点看着？你讲清气搁水当当是伫倒？嘿，第二点啊，第二点的解说。第二点担尔，敢若担尔，你我是查光担。光担吼。OK， 光担。嘿啊，对无？也解说讲清气搁水。感觉加一个迄个清气，也是清气，就是感觉就。清气搁水当当，且水当当行头这是水当当是解说啦，光担。也是，系啊，就是厝内光担。厝内光担，食甲光担。
哦，安尼就安尼形容就活跳，就是我的猫啊，就有一只猫啊，就爱食伊的，系啊，逐摆食物件，伊的碗来拢光淡淡，食到变光淡淡，ขี้膩。哦，对，即个字会解说就是真清楚，ขี้膩。一出来光淡淡。系啊，光淡淡。好，继续吼。好，光淡淡真闹热。一个祝福的清声，是伫女学的毋是一个歹势，即个祝福的清声，祝贺是祝贺，毋是祝福，毋是无共好，祝贺的清声是伫女学的对面，夜间女学生规定出来看，乌鲁真水，讲中学生真强。强，即个强，敢就是欠卡迄个强？是，就是迄个强。真高吼。所以强是本来就是就是真高，真高，真的，嘿是。哦，迄段读书啊，你干嘛来读的？那路上做中学校长的时，真疼惜学生，学生也真敬重伊，敬重伊。当年伫年尾，正学生就做闹热，该做生日，伫校长的楼前采青城，城顶写4字“寿比南山”。城的两边牵旗仔透到校长的厝，旗仔的中间也有吊灯仔，也有吊红仔，耍也是真水。暝时点灯仔火，光淡淡，真闹热。这个祝贺的圣城是伫女学的对面。夜间，女学生规定出来看。学了真水，讲中学学生真强。OK。好。今摆就读到遮。今仔日读的短，啊，毋过就是找到真侪新的书。是。咱过来。嘿，后礼拜继续话题的历史。我来好，我来开一个档案咯。档案，好。我嘛爱做开一个，我叫我关起来。稍等下我把这个录的这个停起来哈。好。你等下知影，用心地来。你当点 call 我啦哈。好。两笔记。等下我